我是2012年少年团契大理会长，我是杨林。真欢喜过去一年，甲大家做伙来服侍啊！感谢教会长辈长职的关心甲带导。阮的聚会时间是每一个礼拜的拜六暗时的7点到9点，伫阮教会1楼副堂。也欢迎厝内面有国中生甲高中生的青年，会当甲阮做伙团契。阮的聚会内容有逐礼拜的牧师查经、阁有运动，阁有看电影等等，内容真丰富。欢迎青少年朋友会当甲阮做伙团契，多谢。